大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新闻定来讲到侥幸钱失得了，冤枉钱半输缴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侥好侥第一条。侥代表讲物件本地是平，因为外力或者是坑久啊，规个弯翘。像讲房啊侥起啊，咱即马一般较接讲的是侥起来。另外土翻好叮当，咱讲是侥土。乌白超有人讲乌白侥，也个有无照讲的行，咱讲是侥人。变心讲是侥心，也个有古早阿公阿嬷若是对一件代志感觉足可怜、足可惜，或者是做歹代志，就会讲侥幸哦。若不幸之财，咱讲是侥幸钱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侥心，意思就是讲变心，像讲侥心去爱别人。第二个词读做反侥，意思就是反悔、背约、失约，无照约束来行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古早爱一个人爱到乌天暗地，对方若是反侥心去爱别人，就会艰苦甲哀天叫地。即马现代社会，一客无鱼别客钓，归去搁去找别个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，读做侥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